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。今天是2025年9月6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轾、胡威，还有胡一进老师。今天传言了很长时间的一个消息，终于被证实。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，靴子落地。什么靴子落地？就是第9任村长落马。今天各大媒体、各大网站都在纷纷报道正部级的易村长落马，金融圈哗然。股民炸锅，那个被骂了5年的男人终于出事了。这个传言已经很长时间了，但是每一次一传这个前村长被抓，他就要出来辟谣。这个辟谣也比较特别，发一条新闻，前村长又去哪儿去视察去了，去哪儿考察，去哪儿指导，以证明自己没事安全。不过这样好了，彻底的踏实了。无风不起浪，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。这么多个日日夜夜自从去年2月份第9任村长卸任到现在1年半的时间，可以说这个是一种煎熬，茶不思饭不香。这下好了，关于这个第9任村长落马的传言非常多，这个咱们并不关心，也不是叫不关心，实际上就是怎么传言都不过分，就是你应该心平气和能接受。到底为什么抓他？到底为什么倒的台？吃瓜群众就等着吃就完了。反正就是那些事。我想说的是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这个村有好人吗？第8任村长说野蛮人的，说姚振华是野蛮人，也被查了。后来是从轻发落，相当于没有进牢房去蹬缝纫机，就被贬。大家自己可以去查就是这个村里面连续2任村长出事，至于其他的副村长那就更多了。副村长还有什么负责发行的，负责稽查的，还有下面他交易所的那些总经理、发审委的，这些落马的数都数不过来前不久还抓了一个什么发审委的吧，家里面搜出多少现金，不稀奇。这是村里面负责监管的村长，就连续2任出事，那副村长更多，数不胜数。根据凤凰网不完全统计，2025年以来，截至2025年9月4号，全国已有超35家公司的37名高管被留置，相较2024年同期有所增加。2024年全年是41家上市公司，51人被采取留置措施，包括27名实控人兼董事长、12名董事长、5名董事、2名独董、5名高管，也就是2025年。留置的上市公司高管和上市公司家属费又增加了。从村里面，从监管到上市公司，叫惨不忍睹，不忍直视我在节目里面经常说，每一只股票后面都住着一个神仙。很多人不理解，这下理解了吧？连村长都难以免俗。第9任村长在任5年，实际上他功劳是很大的。得从某个角度去看。如果你从这些金融消费者角度来看，那他是罪大恶极，应该就地正法，不要过夜，从重从快，那省都是浪费时间呢。但是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那他可是居功至伟，他5年发了1700只股票，你想，那就解决了1700个企业的融资整个融资额是2万亿，这都是成绩，这都是功劳。关键是他牢牢的5年里面，把胡适在3千年山下来回震荡，上游夹板，下游托板，胡适就限制在这个位置上，就这么抽血抽了2万亿，怎么说都是功劳。就是我说的从某个角度看，不是从金融消费者的角度。当然了，他落马那是他其他原因，我们要分开看。所以说你看，从监管到这个主体上市公司，现在每天还在披露的做假账、欺诈上市、虚假陈述。为什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，这么一个市场，还有很多人就梦想着还有牛市？我的每一期主要说的就是这些事情。这就好比把那个老鼠，你安排它去看仓库，这个是对老鼠的这个煎熬，这本质上是对老鼠的一种犯罪，就是老鼠就不应该放在这个位置上。我们的金融消费者天天在那儿盼着牛市，盼着涨到4000点、1万点、14000点。这是什么样一个心态？这些新闻难道是咱们编的吗？对吧？第8任、第9任村长相继落马，
还有那么多副村长。你说你是赌博，那咱们就不要聊这事了。你说赌场再好再坏，反正我是赌博，我能赚到钱，那是你的事情。所以我一直说，我每天的节目里面说，就这个市场不值得投资，它并没有治好，直到哪一天什么时候病治好了，你那时候再考虑要不要参与。你现在这个时候参与，你放心是吗？连村长随时都要倒台，1700只股票，对吧？有多少只是虚假上市、欺诈上市的，经得起检查吗？一边嘴里喊着治理，一边还在往里面放这些坏人，放这些害群之马，纵容这些害群之马上市圈钱。这金融消费者一个个的激动的，换一个村长激动一回，这村长落马又激动一回，合着横竖是激动，就是赢麻了。我每次看到有人在我那个节目下面留言，说什么你踏空了，就看到这些傻叉，你就气就不大溢出来。对这些傻叉，第9任村长上任，他哭一回，感动；这个第9任村长落马，他又感动一回。这就是感动体质，容易高潮，颅内高潮。我看有媒体报道，第9任村长家人也被带走，并且他很多曾经的中专的同学，还上的银行学校的那些同学，好多已经退休了也被抓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不要关心他到底犯了什么事，我们只是关心那基于第9任村长是不是织了一只密密麻麻的网，他的同学，他的家人。那你说同学还有同学，他的家人，他家人有同学还有家人，那你说像蜘蛛网一样的密布在中国资本市场，有多少公司他根本就不够格到胡市来圈钱，但是只要你认识他，打个招呼，你就可以来圈钱。你想想，你那玩意儿就是1块钱一股，有很多人，胡市的很多上市公司，他注册的那天开始就奔着到胡市套现，他就刻意的做他3年又一期的报表，人家目标就是冲刺上市、圈钱、套现、走人，财富自由。有的是那些金融消费者，那些阴阳怪气的散户在那接盘，他还在那阴阳怪气，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，1块钱一股，最后只要拿到 IPO 的通行证，立马40一股、80一股，完了还是上市的还炒一波，炒到160，最后怎么跌，对这个实际控制人来说啊，只要卖出去他就赚钱，反正是1块钱一股啊。这个人家上市圈钱之前，先已经把这个公司里面的钱先分完，分红先分掉，完了他欠银行的钱他不还，还是欠着，到时候由金融消费者圈来的钱还，他自己现在已经分的盆满，就是分红盆满钵满。再你给他一个估值，给他一个市盈率40倍、50倍。我在很久以前节目说过，资本市场金融系统的腐败，那就相比较其他的领域，那都不叫腐败。也就是其他领域，你说你腐败，你不就收点贿赂吗？吃拿卡要，搞点佣金，赚个差价，那能有多少钱？没多少钱。你说资本市场什么概念？1块钱变50，搞点干股在里面，或者是设计个什么金融产品，优先劣后，你自己赚的盆满钵满，那钱不知道吸哪儿去了，你根本都不用看到现金。你传统的行业那都是，对吧？茶叶盒里面塞点现金，那得家头老师喜欢干这一套，送点小海参，你说那能塞多少钱？给人送茶叶，你把茶叶里面全换成美金，又能送多少？这个资本市场是你想要多少就有多少，就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，而且你不需要出本钱，非常完美的圈钱交易，权力寻租。关键的关键，有的时候它非常隐蔽的，很难查，非常隐蔽。当然了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迟早会暴露。所以说我今天看到这个铺天盖地的这个新闻，9任村长落马，什么都说明不了，只能说明这个资本市场比你想象的要黑得多。我为什么老是说沙滩上建高楼？这不恰恰说明在沙滩上建高楼吗？换一个村长就行了吗？没有用。再说说胡锡进老师，我想胡锡进老师看到这样的新闻，他还没来得及写评论，大体上也就是感谢感激，又哭一回，又振奋人心一回。我看胡锡进老师，他对杭州酒馆涉嫌擦边跳舞啊、表演啊，我在上一个节目我也说了，胡锡进老师他做了个评论，这回评论啊显得比较正常。他说实际表演被认定不涉黄，这很重要。引流营销的方式
有点问题，做出必要的整改就是了。杭州萧山不把受举报的相关娱乐场所一棍子打死，我认为是对的。娱乐场所在经营过程中，只要在法律上认定不涉黄赌毒，正常营业就不应受到限制。有的发达省份正式要求不得随意干扰娱乐场所，这是积极的治理态度。有问题就调整，但无需上纲上线。我们的城市需要法律框架下多元、宽松的氛围，这对形成烟火气，对保护城市经济发展大环境很重要。基本上关联跟咱们差不多，也就是说，像这种特定场所啊，首先它是个特定场所，第二个它没有涉黄，那就不要去过度干涉人家。现在经济本来就不景气，你这也管那也管，一管就死。按照网友的说法，就该管的不管，不该管的他偏要管。最后再说一下那些金融消费者还在做梦，什么牛市，什么1万点，什么长线投资，什么财富自由，辞职炒股什么的，还是醒醒吧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、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